继续来看道路同步公布上新都出业学生薪水的行情。去年出业学生算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也有专科在内。今年4月平均册薪水是34278块银，其中博士出业的起薪上介悬有67000多块，若硕士49000块，学士的部分差不多3万块。不过，若是看这个起薪水幅度的比例，就无分学历。规个出业的学生做是第5年，和头一年比起来，起薪水差不多是起5000块到9000多块，当年平均册敢若增加4%，会当看到食人头路千辛万苦，拢是为着巴肚。目睭真凝目，手咧搭字盘，伫办公室咧整理资料。真侪哪毕业的这个大学生，拢想要知影新人的薪资行情到底会当领偌济。劳动部公布去年的这个毕业生，包含博士、硕士、学士甲专科生。因的薪资状况统计起来，因的平均薪资是34278块，其中以金融、保险业的这个起薪上悬，有43508块，搁再来是电力甲燃气供应业有39947块。制造业嘛有37325块。金牛院这几年啊，其实也有释出很大的利多，譬如说有很多的红利。若是甲比起学历，甲看最近3年的资料，发现讲学士的起薪上低。105年的毕业生，因的薪资是28000外；107年的毕业生，才小可调到3万。专科这3年来的毕业生，因的起薪嘛调无偌济，上低是3万通啊尔。也若硕士105年的平均起薪是46000外，到这1、2年嘛有挖要到5万。不过若是博士学历的毕业生，106年的行情就有67800块，即马上新的数据煞小可落到67400块。假使讲若无甲分学历，以整体来看，甲追溯到5年前，103年打毕业的这个薪水平均起来是33153块，到108年的4月底，整体毕业生的起薪起到4万通啊。若甲按册算落来，一年的加薪是无到2000块。有一些博士生他可能没有找到觉得适合的工作，那他可能相对于去找一些比较专业程度比较低的，薪资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想。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90年代了后的少年人有约要60%无满意因家己的薪资，普遍拢有起薪低、加薪困难的问题。这个新数据嘛反映出这个逢请的人因的财务有较求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